恭讀路加福音第1章26至38節。到咗第6個月，天主派遣天使加俾額爾到加里肋亞嘅納匝肋城，去探訪一個童貞女。佢已經許配俾達味家族一個名叫若瑟嘅男子。呢個童貞女嘅名叫瑪利亞。天使入咗屋就對佢咁話：喜樂吧，滿被恩寵嘅女子，上主與你同在。瑪利亞聽咗呢番話，感到非常不安，喺度諗緊呢個問候係乜嘢意思。天使跟住就話：瑪利亞，唔使驚，你得到天主特別嘅恩寵，你將會懷孕生子，要幫佢改名叫耶穌。佢將會係偉大嘅，並稱為至高者之子。上主天主將佢祖先達味嘅王位賜俾佢，佢將永遠統治雅各伯嘅家族，佢嘅國係萬世無疆。瑪利亞就對天使咁話：我唔認識男人，點樣可能呢？天使就回答咁話：聖神會降臨喺你嘅身上，至高者嘅能力會庇護你，所以嗰一個誕生嘅聖者要稱為天主子。睇下你嘅親戚依撒伯爾喺老年嘅時候懷咗男胎，而家已經係第6個月啦。雖然啲人都話佢唔能夠生育，但係對天主嚟講係冇唔可能嘅事。於是瑪利亞就話啦：睇下，我係上主嘅婢女，我願意依照你嘅話成就於我啦。然後天使就離開咗佢啦。福音反省。2年前嘅今日，教宗方濟各喺預報救世主降生節，將俄羅斯同烏克蘭獻俾聖母無玷之心，為飽受苦難嘅人民祈求和平。都讓我哋繼續為呢啲飽受戰爭蹂躪嘅國家祈求和平。路加福音記載咗天使加俾額爾同瑪利亞嘅相遇，凸顯咗天主對人類嘅慈愛計劃。雖然路加佢唔係目擊者，但係佢傳達咗瑪利亞作為天主所愛嘅人，被選中嚟去孕育救世主嘅獨特角色。喺納匝肋，佢只係被稱為瑪利亞，但係喺天國，佢係受寵嘅嗰一位，被選嚟實現天主嘅計劃。瑪利亞佢自己認定作為主嘅婢女，具有深遠嘅意義。喺舊約裏邊，梅瑟、達味同先知等偉大嘅人物先至會有呢一個稱號，而呢個稱號代表咗對天主嘅旨意堅定不移嘅忠誠。儘管呢一個稱號從嚟都冇被賦予女性，但係早期嘅基督徒團體就認為
冇人能夠比瑪利亞更加完美咁樣體現呢一個稱號。佢謙卑而尊嚴嘅接受，就反映咗佢對天主計劃嘅完全信賴。佢嘅回應：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，所表達嘅唔單止係信服，而係喜樂嘅願望。瑪利亞佢渴望睇到天主嘅計劃實現，佢拋開個人嘅夢想，佢將自己嘅生命完全交託喺天主嘅手裏邊。天主走入去邊一度，喜樂就走入去邊一度。聖母領報，以天使邀請喜樂作為開始，而瑪利亞喜樂嘅降服達到高潮。天主渴望住喺我哋中間，渴望我哋快樂。瑪利亞嘅榜樣係信心同信服嘅完美典範。當我哋度過四旬期嘅時候，願瑪利亞嘅以子成行，激勵我哋以喜樂同信靠順服喺天主嘅旨意，讓我哋向主嘅計劃敞開心扉，知道主嘅同在總係帶嚟平安同滿足。